同大家行去老街站 B 出口之後，就見到呢個新起好嘅邵音梅金廣場，俾大家睇下，好似澳門嗰個設計嗰個酒店啊，好靚，好有時代感啊！喺另外一個角度俾大家睇。最易出口咧就最近咯，之後行過條天橋，東門站呢個 B1、B2 出口，呢個係最近，就係呢一個商場啦。邵音梅金廣場喺另外一邊。帶大家上去睇下先。通常都係食嘢多，餐廳多。瑞幸咖啡，又雪。呢個餐廳都未開嘅，小朋友玩，好清靜啊，完全未開啊，因為佢啱啱開張，所以係人流都未有嘅。我而家晏晝4點半，有個椰子雞啊！呢度全部都係食嘢嘅，泰國嘢啊，北菜啊，全部食嘢。火鍋，去任何一個商場都係食嘢多。有汕頭嘅潮州打冷，因為新開，所以又係冇乜人行嘅呢個商場。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點讚、訂閱，下次見。